大家好，我係 Andy，一個從只得8毫子零用錢到財富自由嘅香港人。阿珍同阿堅結婚20年，婚姻美滿，可惜好景不常，阿堅不幸車禍過身。你以為呢個係阿珍生命中最慘嘅一場悲劇 ？No， 更絕望嘅恐怖故事先啱啱開始。阿珍收拾悲傷後去領遺產。本以為有1000萬可以安穩過下半世，點知銀行同阿珍講，你可以領嘅遺產係650萬。What？ 阿珍冇俾人呃，阿堅生前亦冇出軌，真正吞走呢350萬嘅合法私生子，竟然係好多香港人都買緊嘅美股。如果你戶口有美股，跟住嚟呢幾分鐘，將決定你嘅資產會唔會平白無辜被攞走高達40%。睇翻個免責聲明先。如果你繼續睇本片，表示你同意上述嘅免責聲明。美國遺產稅由18% 至40%。Unified Credit 只係美金13000蚊，簡略解釋為美金6萬蚊嘅免稅額。所以我研究下有冇方法可以解決呢一個嚴重嘅遺產稅問題。有 UCITS ETF， 我粗略簡稱為愛爾蘭版 ETF。 買愛爾蘭版嘅 ETF 有以下好處： 1. 免卻遺產稅； 2. 股息稅會大幅降低，由30% 降低至15%； 3. 仲有累積版 ETF同派息版 ETF 俾投資者選擇。累積版 ETF 就係股息自動再投資，你唔需要自己再做一單股息再投資嘅交易，避免產生額外嘅手續費。喺香港可以買到愛爾蘭版 ETF 嘅 broker 唔多，富途買唔到，所以我就喺 Interactive Brokers 即係 IB 開咗個聯名戶口。點解開聯名戶口？因為如果我走先，我太太都可以繼續處理資產，而免卻麻煩嘅程序。我買開 VOO 嘅，咁要點轉？我自己就極少買個股，我買指數基金。俾幾個熱門例子你哋參考，有興趣可以自己再發掘多啲。例如美股 VT 可以轉買 VWRA， 例如 VOO SPYM 可以轉買 CSPX SPYL。債券方面，SGOV 可以轉買 IB01， 黃金 GLD IAU 可以轉買 IGLN。 今集資訊值萬金啊！如果你想開戶，可以撳我 info box 條 link。如果符合條件，你有優惠時，我都有回贈。聲明啊，我冇同 IB 合作，只係朋友形式嘅 referral。唔開戶都冇問題，記得訂閱我頻道。重申，我唔係專業稅務顧問，如有稅務問題，請諮詢專業人士。另外，再分享一個資訊，未開到 IB 之前，我做定功課，我喺 Threads 嗰度問，我想沽咗喺富途入邊嘅 VTI 同 VXUS， 再轉入 IB 買 VWRA， 點樣零手續費入美金到 IB？ 有師兄叫喺富途兌換美金做港紙，之後轉返去銀行。銀行再用 EDDA 嘅方法將港紙轉入 IB， 再喺 IB 將港紙兌換成美金。因為 EDDA 冇手續費，但我心諗咁樣好似唔係好精明喎，因為你會蝕2次美金對港紙 exchange rate difference。 點解大家都會認為入美金到 IB 會收手續費呢？因為以前 IB 係用一間喺美國嘅銀行，所以要用 SWIFT 或者 TT。但我入 IB 見到入美金係 transfer 去渣打香港，香港本地銀行對本地銀行會用 Chess 而唔係用 SWIFT 或 TT， 而中銀經 Chess 做電匯，個人客戶網上自己做係豁免手續費，喺櫃台做就每一單收260蚊。我做過2次美金電匯，確認中銀冇收我任何手續費。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點樣喺中銀存入美金到 IB。 登入 IB， 撳轉賬與支付，撳轉賬資金，喺存入資金下邊撳選擇，輸入存入金額之後撳下一步。建議你開個 Google Document
copy and paste 以下嘅資訊：一、支付參考，呢個非常重要；二、電匯資金至 Interactive Brokers Hong Kong Limited；三、銀行帳戶號碼36字頭嗰個；四、銀行代碼003。用 Google Document 係方便你喺中銀嘅手機銀行 App 設立新登記收款人。我嘗試過用中銀網頁版去設立新登記收款人，遇到麻煩，我唔嘥時間啦，所以直接用手機銀行快啲。喺中銀手機 App 右下角三劃設定我的收款人，登記新收款人，撳輸入收款人資料嗰個紅色圈箭嘴，撳帳戶號碼，收款銀行揀003渣打香港，收款帳戶號碼就係頭先 copy 落 Google Document 嘅第三個資訊，收款人名稱 Interactive Brokers Hong Kong Limited， 即係 Google Document copy 嘅第二個資訊。可以俾一個收款人別名，方便自己將來使用。設定每日限額，留意佢用港元設定每日限額，即使你電匯美金都冇問題，唔需要擔心。中銀會 send 一個一次性密碼去你嗰個手提電話嗰度去完成登記。完成設立新收款人後，就可以喺中銀 App 選擇轉帳，揀翻提款轉帳係美金戶口，收款人就揀翻 IBUSD。重要，非常重要，撳備註附言嗰個紅色圈圈，跟住 copy and paste Google Document 嘅第一個 information， 即係有你個 IB 帳戶 U 字頭嘅號碼同埋你個名，令 IB 知道要存錢入邊一個 IB 帳戶。跟住確認資料，喺確認見到給收款人的信息有你 IB 個戶口 number 同埋你個名嘅資訊。中銀成功轉帳後會有一個確認嘅信息，留意轉帳費用係豁免轉帳費用、收款銀行或徵收費用，記得 save 或 capital 同埋記低參考編號。中銀應該會 send 一個 email 俾你，確認電匯成功，見到交易種類係 chess， 呢個電郵都有被查號，即係參考編號。跟住入翻 IB， 撳轉帳狀態及歷史，你會見到轉帳嗰筆錢寫住我們正在等待你的銀行向 IBKR 發起電匯，你就撳獲取指令。IB 畫面顯示你已登入你的銀行並發起電匯，撳是，將頭先喺中銀 Capital 嘅參考編號輸入到 IB 轉帳參考編號，發送日期打返你轉帳嘅日子，之後撳提交。當 IB 完成存款後，會 send 一個電郵俾你確認搞掂。理論上，只要你間銀行轉美金去渣打香港唔收手續費嘅話，其他銀行入美金到 IB 都應該係零手續費。咁當然你要問翻你嘅銀行或者上網睇翻佢個收費啦。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，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，share 俾朋友。我哋下集再見，thank you。